来看台东的消息，昨台东议会质询的时，有议员针对这个开罚单这个代志呢，甲局长姚庆玲的反应，讲即卖环境是注重这个法规罚单呢开了过头，甚至未晓要呢体谅民众。姚庆玲讲，就即卖少年环境较不受教。 这个引起网络大力讨论，有网友讲真正唔知讲因咧讲啥物，人讲安尼真正是未起大厝先起祸灵。是讲今日姚庆玲嘛讲，伊唔是这个意思，强调讲啉酒赛车袂当用稳，是讲伊这话已经影响到基站的士气。好，来吹气下来，好。 食烧酒开车放开单，违规就要付出代价。去年台东县罚单的收入特别2亿，昨昏有议员质询替民众发声，煞引发到争议。他要去工作，有的都习惯性喝保利达，马上酒测，如果超过的话，现在动不动就9万、18万一直开罚。你把它想想看，这个农民这个基层的工人，他要做多少？ 民众党议员陈鸿忠替民众抱不平，认为环境是凊彩开单无合情理法。县长廖庆玲不时头咧笑，想袂到煞讲出这句话。不是议员，其实现在年轻的员警也不受教啦。我真的有时候说，你真的要不能怪，你真的要怪局长。县长，你这样讲哦，我是100%不同意啦。不，你如果没有办法管教，你就不要干啊。 对不对？局长也不要干啊，分局长也不要干啊。不受教3字一讲出来，虽引发到争议，网友是看到硬气，唔知影因到底咧讲啥。嘛有人替环境法院案讲，这是工人伫咧施压。嘛有民众质疑，若无违规，哪会放开单？这根本就是袂生囝生好命。昨天这不是我的意思哦，其实对酒驾来说是绝对零容忍哦。台东的环境开单互议员批评，台东的民众看法嘛是天差咧地。跑到田里面的那个。 产业小道路去抓，这样子就有点太过分了。他们之后抽超量，不是没有 OK。环境执勤开单，说服家己的县长讲不受教，虽然出面背回，互人误解，不过情理法到底是要安怎执？县长的一句话，恐惊已经先打击到基站的士气啊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